家好，歡迎大家來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所有嘅朋友啊，你來想看，20歲時節你哋做乜嘅呢？係咩要前度嘅夢想嘟嘟長出發咧？今日呢來到節目當中嘅來賓哦，佢哋21歲是創立自家嘅品牌哦。用2年嘅時間，不過呢2年呢，佢經歷過當冇窮樣嘅美好嘅歷程哦。喺節目當中，今日佢係好好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你傻傻的朋友 ，Mr. O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翁萬一，大家好。哇，翁萬一，所以我家講 Mr. One 係你嘅品牌，唔過 Mr. One 係你嘅名啊嘛，哈。沒錯。萬一今年22歲。當後生嗬，不過第21歲是創立自家嘅品牌，咁啊大家一開廠談幾年打了鼓，大家啲咧係乜嘅鼓麼？你係鼓嗬，度木箱鼓，看起來是像上嘅窮人嘛嗬，係啊，你係西班牙文，對，嚇用乜念？同大家講，我念錯哦。Mr. One Cajon。哦，加好，所以你係鼓呢，按打起來嘅時節本大家持到動發條，嚇，韓國大家看幾啲按錯咧，係咩正經時就咧轉做電腦來做，當輕鬆嘅感覺啊，嚇，所以該東西怎麼會想愛創立自家嘅品牌？其實一直都很想要有一家自家嘅牌啊，哦，本來想做Sam，哦。然後結果是打爵士鼓，打到動有感覺，然後看到國外老師動強，然後開始學木箱鼓，對，是打木箱鼓，然後開始常常表演，匆匆的某個表演，結果都打拼音的牌子。是想講做自家嘅牌。嚇，都唔緊要啊！專門打拼音嘅鼓嗬，所以打自家嘅鼓要幾好唱嘛。所以，該東西喺2年嘅時間，ทั้ง個美髮型都係新鮮的，最尾是變到 Mr. One，Only One 這個 One 誒。對。係啊。One 係我嘅名啊嘛 ，One 王萬一，然後一又是一的意思，所以 One 呢就是第一，對 Mr. One。哦，你意思係講你做了。個好是係第一 number one 嘅意思，哇，當有信心嘅，聽起來嗬，一定有機會去持打幾個鼓啊嗬。咁自家嘅呢鼓，其實發嘅程度係新鮮，自家哋打木箱鼓，係本打爵士鼓，再個轉做打呢係所謂的 percussion 嘛，手鼓嘅部分。對。用拜年嚟經過呢？本來那滾的嘛，咩？鼓棒。係鼓棒，係。其實要有感情，有點困難，所以用手打的時間是吧？有一種，打出後檔的上冇咁簡單，會還有感覺這樣。哦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你看啲爵士鼓，佢有冇共用嘅鼓棒 stick，不過係講用啲打擊樂用手來打嗬，你是要用你手嗬，無論係手指又係手掌嘅部分，全部都得用喺度。一打出後台上，跟打到手嘅中起來哦。之前表演嘅時間是常常打到流血，今天打到出血咯，剪爆開來。你愛用變做晉級的鼓手。對啊，現在可以教大家一個，大家可以熱身，就是在家練手指頭，5根手指頭合在一起，大拇哥轉。好，愛用轉。換食指。然後大拇哥連回去。手。啱轉。中指。無名指。哦。然後小拇哥，用說係打鼓嘅熱身運動是錯的。原來係安用嘅咯，咁你下打起來打了木箱鼓，心情用拜年？感覺動不一樣的感覺，跟以前打動重要，以前打沒那麼專業嘛，然後現在跟比較多很厲害的音樂人合作，然後就讓自己越來越更有感情、有感覺。我係提醒啦，嗬。
所以每一只舞台吼都係愛好好正式嘅。你咧好好來認識呢一個項吼，你咧同大家咧介紹一下呢一鼓好冇？好。呢個鼓冇強用嘅係地板有兩隻上，佢就係打非洲鼓嘅聲音，還有爵士鼓嘅上。你講你做嘅鼓係啊？你係你自己係設計嘅嘛？對，有專利。哦，有專利。咁用班人本大家來談下，譬如講先來介紹鼓嘅外觀，好嗎？好，像呢個鼓咧，我面係五地原木片壓合而成的，然後係一張專利，還有地板嘅響線有矽膠套，響線，本大家看一下，坐喺邊本大家看一下，因為咧很多，你有一隻孔，本大家看一隻孔，你地圖是係叫做咧光明嘅地圖有弦嘛，有弦，所以你打嘅時間，響嘅時間，它震動會帶出不同樣嘅音色，有小鼓嘅上。你係小鼓嘅上，大鼓嘅上是下帶，低音、高音。所以高音然後低音強下組合，透過節奏嘅變化，就可以變化出很多不同的，不管是音色、節奏上的改變冇強嘅風格。所以兩日之間研究出來，大家認識講，木箱鼓佢其實你看佢簡單，真正做咧做電呢。香港呢，你真正打出當後台嘅聲音嗬。咁講你嘅鼓，然後拍聲音冇強用。應該用耐重測試，用300公斤壓3天3夜，鼓都冇問題，呢個鼓。所以動耐用是超靚。因為冇擋釘啊，沒有釘子。咁用班用榫接也係用班人。用有獨特嘅壓合技術，啱得動耐是出嚟嚇，所以打起來手咪係當安全嘅。咁即幾隻上鼓家講有2種冇強用嘅音色。係咧，因為咧挑音係啊。挑音。咁你理下呢鼓係哪種嘅音色？呢係爵士鼓嘅聲。好，理下呢2隻鼓都係爵士鼓嘅。係，做啲挑冇？做得挑一下，本大家睇下。佢家講呢，做得做出了爵士鼓嘅音色，未做得做出了非洲鼓。好，挑好是未有。你挑好咧？挑好咧。好。要上。好，你係現場挑本大家看咯。所以。哦。哦。就冇響線嘅上。所以咧音色係都冇強用。爵士鼓嘅上彈起咧唱下亮。好。係。該非洲鼓彈起咧是還有台鐵嘅門頭，它的音色比較悶一點。比較原味。係，韓國係圓潤啲啊哈。所以大家彈到了冇強用嘅鼓上，自家哋喺練習嘅時間，咪當好搞，就咧當到變化，咪就咧配合冇強用曲風。所以該東西呢，哋喺做了2種嘅冇強用音色嘅眼法。韓國有10個做一隻，大家有看到現場，你看到了透明的，該係乜嘅東西？有發光麼？獨一開窗呢？你啊小萬哋喺介紹，一架韓國打鼓嘅時間，你哋啊打鼓幾時會亮係啊？係。很大下。對，錯一樣是坐在上面。係。哦。係最新研發 LED 嘅鼓係啊，係 LED 木箱鼓。按做起來佢係材質，嗱木箱鼓木頭係完全冇強用。冇強用，因為係亞克力，所以上會下悶，係冇按後堂。係，唔過是當做為做本嘅街頭藝人用。按不然表演嘅時間是會動聲音。動聲音。嗰陣時用為上嘅研發咧 LED 嘅箱鼓。因為我係明星科大嘅光電系，你係你嘅本行是做咧，所以我想攞光電結合我嘅興趣。係呢，咁2種冇強用嘅鼓按做起來吼 ，LED 咧係用亞克力做外觀。咁地圖你講上線嘅部分，又係講佢嘅光明用白銀器攞去做呢。
那是较简单的做法，不过因为以后会做是老了强浓的。又想咸呢？又两码又想咸，不过两下简陋。哦。所以因为电子的东西嘛，所以因为先起营养两烟，好，冇问题，人会做量产。好，本大家来感受一下佢特別嘅地方。當然，有3種冇共用嘅，2種啦，算2種木香菇，攞了 LED 啊，哈。本大家感受一下木香菇，雖然大家看起來嘅外觀簡單，不過佢其實有當多嘅變化哈。所以等下節目轉來哈，呢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，到底 Mr. Wang 佢經過200年嘅里程，韓國厲害幾多了後生人講。青年的創意力要發揮到當好哦，聊一下技術轉到安尼福起來咧。大家來唱一條快樂嘅歌，一條快樂嘅歌，唔是自私。唔是發射，唔是快射，大家來唱一條歡喜嘅歌，一條歡喜嘅歌，講佢3歲，也係70歲，70歲，來來，台上唱出來，來來，台上唱出來。體育擺合作，大家一齊做啲乜啊？後生人嗬，會緊張冇？當緊張。當緊張，唔過呢，喺你大一號嗬，你喺後生時創業學生，夢想嘅道路已經開始行咧嗬。有結合自家所學嘅光電系嚇，所以原來光電科系正正就喺結合啲自家嘅夢想當中，咪算係學以致用嗬。係啊，你啲講其實自家未有樂團，未有當到嘅表演了，同大家介紹嘅 Mr. Wang 樂團。音樂樂團成立2年多，名按到 Mr. Wang 樂團，是有一張吉他手可可。主唱林玉，好，然後還有因為時間會加一隻鋼琴手，大場合嘅時間，不過通常都係以木香菇吉他主唱3人，用說下不插電嘅演出嘛，唔發嘅哈，所以你自家是鼓手，我係鼓手。哇，所以按創立嘅時間算係第2創業以前是有兩樂團唱嗎？差不多就是同個時間。差不多，是開始研究自家品牌，同時有自家樂團開始咧。你有看到你表演嘅畫面哦，係啊，用目前按樂團表演下來，哇，差不多有超過200場嘅演出呀。差不多，是鬼音動到好朋友幫忙。你都未動什麼啊？努力。好，動好，佢家講他們動什麼動大表，很努力，昂時出嚟哈。呢段時間大家啲講，台灣嘅將嘅動譜化練體系，因為咧太體痛哈，所以重新請到嚟咧上海哈。你都未當回到咧化練嘅木款，要做嚟咧街頭嘅表演，韓國要做樣片，係嘛？係啊，嗰東西有冇發現？其實本來是想講，自家要捐錢，不過其實都冇乜嘅意義啊。就唔單止講捐錢品，還做得做其他嘅事情。是希望講因為我們的專長做在買學以致用嘛，是用我們擅長的東西，然後讓大家
就关注这件事情。係呢，韓國有呢啲位粉絲啊，大家看到呢啲做嘅樣片，大家咪做得到響應啊。其實我從台灣後最近當有愛啦，韓國大家願意講聽嘅，無論係捐款啊，而家咁講嘅，呢啲翕樣片啊，有人去現場啦，做事嚟本大家都係請呢份心力啦，嚇。家看到呢樣片，咪本大家知道講，俺感覺講除了為做得表演要表現自己嘅興趣、自己嘅專長以外，咪做得為其他人來付出。該到今參加很多嘅演出，有知道乜嘅下貼片嚟冇？下貼片是知道每一場嘅表演都一直在進步，越來越好，越來越好，越有味道這樣子。哇，越來越有味道，講起來情入眉頭啊！嚇，咁有聽講聽呢啲表演嚟咧當中啊，嚇，幾經都有粉絲本意都有乜嘅反應冇？有一講，當喜歡音樂對音樂，音樂係冇共融的感覺，就是喜歡我們對音樂不一樣的感覺，就是不一樣的想法，覺得很感動這樣。其實動到的時間，音樂表演的時間，台下的觀眾都會躺到叫啊，用扮演。係哦，哇塞，安強。冇。係因為一邊打鼓一邊手碟出現嘛，嗰種用心啦嗬。其實我第一擺看到你，不過算起來我之前等於獨開始有一隻創業基地嘅時間，我是第二個品牌，我是第你哋順條我該東西咪當地認出，喺新加坡，我係家鄉，我係新中嘅，所以你係通鄉嗬。通鄉。係，該東西獨好，我喺新加坡表演嘅時間，我是看到今年乜嘅發通，俺老胖俺當年看到 Mr. One 個行佢嘅開幕嗬，所以該東西係呢個點開幕呢？音樂品牌 Mr. One 卡行成立2015年時的網絡經營，然後一直到去年嘅11月11號1111，萬，對，選這個時間選得很，一直挑，因為要在雙十節，然後結果我選到11月11號光棍節，因為凍好啊，因為 Mr. One 嘛，然後又係全球購物日。今日做咧做動到生意，朋友大家來買，講起來，我從呢度要上班呢。是要係撈平日上嘅冇強用而已。係平常時自己哋雞檔嘅時間，有靈感嘅時間，有你嘅團隊冇，又係完全你自己哋上。一開始都有朋友的讓來廣東都很愛冇做啊，冇。真嘅啊，佢都興意冇做，咩興意做講表。就一直到後面2開始有人記起啊，一開始都會自己上用辦。所以完全可能自家啦，哈，咪係自家嘅堅持，讓做得有進步嘅啦，哈。現在是有團隊都來幫忙都好，有一隻 team 哈，讓做得繼續向前行啊，哈。該東西落到新加坡係用扮演嘅機會呢？是因為大家記起啦，然後本來是夢想講快點，因為還動年輕嘛。結果是因緣機會就動到好朋友讓人記起，然後是進駐。因為落到新加坡，你咪有自家幾隻嘅計劃啊，讓做得落去。寫計劃。係，因為呢一大會呢係你新竹提起，咪係全台灣一隻當重要嘅客家文化保存提起嘛，哈。啱啱冇寫計劃係啊，所以呢落到呢一大會好好咧經營收營自家嘅店，尤其你客家字體，啲你咧客家嘅地方好好咧經營你。佢哋講係全球第一的品牌啦，係繼續加油啊！當然除了你看到了木箱鼓、韓國了 LED 嘅設計，你係咪係你哋下太行你自己嘅專題嘅作品嘛？哈，還有周邊一系列商品，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嗎？好，因為去年秋季有出嘅保溫瓶，台灣，因為東西都台灣做，都係 made in 台灣，made in 台灣，然後又這樣。因為環保嘛，應該有保護套、環保套。所以講咧，杯套、撈咧背盒，都係你哋自家嘅品牌。還有，
哦，我们的 logo 这样。哦，金南啊，嘿，跟这个港风很搭哎。对，就是，其实我们就是打木香鼓，袂用到的东西，永远都会出，结合咱的生活。嘿，韩国又出了水。水。好，韩国了，这个是小卡哄，小木香鼓。汉电音写个。哎。哦，韩国了系嘛个？哎，雷雕嘅钥匙圈。哦，钥匙圈。哎，枫木 maple。哦，了咪系木香鼓嘅造型。韩国了系我本上去做嘅 T 恤。嘿，我本来冇搞印落嘅时间，嘿，想要有一张潮牌。哦。这个系潮牌，不过做衣服，从到对手，从难的，所以是走木香鼓，然后让赖转来走。哇，用咪系只当好嘅了转换点了哈。你下呢还有大量了小朋友穷下来打鼓呀。哦，培养小鼓手。小鼓手是未来的国家栋梁。哎呦，年纪最小叫谁？3岁为4岁。哇，很定音写个，按到成年会当到挑战吗？是，然后记得高兴，是当到可能。袂知道小朋友某忙来上班，唔是，咪给老去聊天啊嘛，不过永远都袂老去讲心事。当电影上啊看到小朋友啊哈，你也成日睇家哈，冇話到講幾多乜解釋唔啲，其實幾多都啲，所以了解幾多嘅想法，讓到幾多強下教育咯。係啊，我想幾多就要打量迷你香菇，好可愛哦。係哈。等下下节目當中咧 ，Rita 咪當上去打量迷你香菇，緊時咯 ，Rita 當做了小朋友的訓練，做得冇？好，呢個場大家先啉口茶，繼續將咱啲福氣來了咯。这么早？大家盡到福氣來咧 ，Rita 見半年咧，老 Mr. One 哦，阿萬哦，嗬，啱係咪錯冇？做得冇？做得。萬一哦，橋下來介紹了木香菇，當電影下，大家今日頭前有看到，你呢個木香菇嘅搞好嘅樣片嘛，嗬，算是一個形象影片。一個廣告。哦，廣告嗬，個地圖沒有搞好，譬如講佢小春落去挑戰上線啦，等等嗬。大家可能喺你下小紅那嚟咧，電影下係 mini，這是 mini 木香菇嘛，嗬。可能咧真正當電影下嘅，今日做得做擺飾誒。係啊，是當到因為賣專業，用床頭啊，做床頭展示，一個裝潢。做得韓國上愛，談到音樂上愛咧伴奏時節，真正在那裡打咧。木香菇講咧，我有隻故事，你知冇？咩故事？正常誒，一般嘅 size 吼，我不卡使用。咁我每呢，伫會拍嘅時節，確實因為我會打鼓，其實會就去打。因為我發覺，木香菇的聲音怎麼有點不太一樣？我看到佢哋後背唔知咋，原來佢那東西看到了空肚。
很像很可爱的小动物，把它的那个宝物藏进去。放进去。都紧喊系不安用音，其实哦，俩系记的俩，好像它的百宝箱一样。嘿，有冇共用的功效？不过呢，你杜总来讲吼，打鼓其实有动到的好处，紧打身体会更健康，对不对？末梢神经的刺激，因为手部又动到穴道。嘿吼，赶紧做在教台教做了健康操啦，打鼓咪做一做健康操啦。因为打鼓以前呢，先让手指练习长肌肉，长肌肉。腰唔会痛下，上腰。因为这个反面的，手指拍。因为手掌，拍出声音，全部买上有吗？有，一点会上嘞。有人同来修，是不是让我右上？啊，我动台练嘞，你也动台上哎。嘿，是让手指长肌肉，打扰不会痛。哦，介好，你咧介绍了迷你的鼓哦，好，老木箱鼓台扎嘅强弱吗？强弱，完全强弱。完全强，不过内构造有点不一样。明白您。那地板是一条响线，要一条响线体。那有3条。哦，所以因为佢下习惯系，所以是变一条吗？系。所以佢嘅上音是咪冇强弱？下高，声音下比较高音。哦，高频下多，下冇讲带音下轻的上下少。哦，所以按打，你用白音打。一样按大鼓的动哦。好，贝斯在下面，好，台鼓，小鼓，然后还有一只手打锵的，是应该模仿 hi hat 的上，像拔的声音，对，像拔的声音。然后这一个大鼓、小鼓、大鼓、小鼓，大鼓、小鼓，对，然后一只 hi hat， 在大鼓后面，小鼓后面，动次打次动次，哎。这样就有一个节奏。刚开始准备唱歌咯。好，用你来唱爱歌，然后你让爱教你，花俏的做对不？好，来。好。你有梦想，我有梦想，咱就共下一笔手。你有梦想，我有梦想。哇，要动好高哎！所以2、3、3音是做在走的动法条嘞，节奏动丰富。哦，用音讲台音打了鼓，动灯音下，很轻巧。你家系按用音打，家下小万系按用标的夹蛋。好，我家下看了广告地图，咪做在按用音夹蛋下。下简单的节奏是做在拿着。哦。用你技术的是做的。你后背嘛做有。哦。冇可能会上。用音的上又都像陶罐的声音。像空嘎、bongo。bongo。所以咧，响鼓动都有用途哦。头先你讲到吼，小朋友咪来打鼓吼，记得系打了细只的冇？系，记得有点身高的时候打，还有中型的，还矮掉，不过比较抬。小朋友是会打那种小木箱鼓。因为记得我错人脚我做在塔到天那档嘛吼，所以系讲喊唔拉个，自己年纪喊动细，吼，下矮的所以打了。所以按教记得的时间，譬如我系小朋友，你用白音讲哎。先本喜欢爱。哦。因为现喜欢爱。你送爱贴纸吗？我系从伊朋友咯，你用白音到成日做朋友。是问佢讲佢的学校的幼稚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？哦。系啊，记得有心事，可能这边佢送伊买东西，冇送佢，然后佢就会不高兴，是了解佢。用了解。了解佢就像伊的朋友。那佢高兴是出嚟。了解佢中意乜嘅冇？第幾好乜嘅歌？哦，天然幾好嘅歌。係。哦，你打了姐姐。係，身本佢有興趣，所以兩年齡層好動發，講3歲咪就嚟打鼓，30歲到80歲到90歲全部做得。我蠻有教喺樂齡大學。樂齡大學。前輩。哎呦，
今年佢最大係幾多歲？73，73歲。其實很算以前啦，以前係啦。不過都已經白髮蒼蒼啦。係呵，不過打鼓是咪越打越健康啊，越打越後生啊，哈。所以你可能你鼓哈，可以咧做到動將，沒有心強，情都會順利。從業以來會覺得辛苦嗎？是一開始動音會看起那隻樂器啦，因為佢動人們嘛。動小音啲，然後維持到咧冇音會賣咁樣。係啊。你哋台灣吼看到了木箱鼓，維持咗講係你幾年來係試行嘅，唔過啲國外也好，其實有前當然啲用呢個鼓哦，試行動久。係啊，試行動久咧嘛，係因為你接觸嘅下慢，所以有人就講下冇人試行，從呢自家社看外國嘅先生，哇，看到當面雖然開始大嘛，所以嗰種是東音反對，是家人啊。家人不支持嗎？係啊，是一開始都會講，哎呀，人家冇前途啦，就是會凍到冷水，冇乜個人堅持，真嘅。咁用半音做得堅持，不會打擊嗎？是希望，因為以前下個好高，是凍音是咪始終係頑固子弟啊？係啊，我是想係本人看得起咁樣。想去表出自己嘅路是怎嘅，係，所以堅持下來，因為想我係本人看得起，我想係證明講我做得有我嘅能力，所以是堅持下來咧。是堅持下來。咁開幕嘅時節，不看要求當感動嗎？是後面是全部都慢慢記起，還是知道會上繳，全力支持你了，哇，會想哭啊，就感覺，真嘅哦，就變支持之後力量很大，我相信，該嘟嘟開時候係講，你最愛爸爸媽媽唔支持你，就是有攔阻嘛，我後來變做全力支持，你講，許多人會講，你愛來哦，很強哦，這種感動。爸爸是一直都在幕後幫忙，一直。是看唔會讓你講好話，唔過佢會默默支持你。還是要叫錢來啊來，不然。佢什麼佢動到該唔係錢能該解決的事情，佢都會幫忙。哇，佢都當愛你。好，所以本人可能有力量就嚟堅持下去哈。該今年新的一年有冇個新的計劃嗎？今年是全國辦巡迴講座。韓國會圍繞一些協會一起辦木箱鼓比賽。是以後因為打木箱鼓有爵士鼓比賽、吉他比賽，是以後會有木箱鼓比賽。哇，今年時候咧開始辦理咧。係今年。當啲計劃咧。係。哇，當其他，所以係講要好大量木箱鼓家好嘅朋友，大家做得密切鎖定，而上面去參與的名頁係啊。係，是查 MR.ONE， 就是 Mr. One。對，然後空格 CAJON 就有我們的粉絲專頁。當背是有動到嘅自信。係，是。所以今年咧目標一台哦。都係辦理啲全國嘅最大嘅，未算係台灣第一張。好簡單。我相信咧有很多嘅法團嗬，大家咪當期待哦。韓國除了安陽人咧，你都有樂團係繼續表演嘛？因為樂團嘅表演會現在一直都有排到9年，今年嘅9年。今年是講。到2019年，會到2019年咧。對。哇塞，啱當好呢！祝福你嗬，創業咪好，音樂嘅路咪好，全部平平順順。除了平順以外呢，還有當好嘅收穫，好唔好？好，再次希望萬一來到節目當中。耶！今日是彩東歡喜啊，看到你客家後生子弟很用心。要做出自己嘅品牌，行出自己嘅夢想嘅路啊！希望大家今日嘅收看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聽先生嚟做完同了，講得了。